要变成公共事务服务者，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对整个领域的许多知识的不足，所以我马上会在特意指标在了100天之内，我会拜访100位先进。那过去总主委也有这个公务机关的经验包含在高雄市水利局局长、行政院客委会的主秘，然后还有嘉义县的文化处处长。那总主委也是这个词曲的词的作者他跟林声响过去的7张专辑得过多座金曲奖、金鹰奖肯定。那他本人也是2届金曲奖的最佳流行音乐作词人奖。我们请总主委跟大家打个招呼。各位好。那么呼应柯市长的客家的文化政策呢，未来我想我会跟客委会的同仁来合作，能够让客委会变成是台湾的客家文化跟台湾其他文化的一个非常对话的一个平台。那么也希望台北市客委会能够扮演台北市兵马空中。奇怪，以前这种事情，我大概7早8早就醒了。我今天早上突然没自觉，奇怪，我觉得我怎么睡那么好，而且好像那个天色已经很亮了。所以你跳起来的时候吓一跳。对啊，跳起来的时候已经快7点半了。开大概140，冲到高铁站坐8点09分的。有点觉得好像是在庙里面的签筒里面抽签一样，抽了2支签，我觉得很有意思。第一个是够，不要多想就去吧。不过这过程里面呢，会有很多的超级震荡、超级暴力的，所以得挺住。所以我觉得是2支签牌。走吧。台北市政府副市长、一级机关首长宣誓就职暨交接典礼，典礼开始。布达命令，任命郑家基、林金荣为本市副市长，蓝志忠为本府民政局局长，钟永峰为客家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陈景祥为台北自来水事业处处长。至此，于事已至诚，恪遵国家法令，尽忠职守，交接义信。整理一下每个议员他们过去比较有关心事。我会把议员有咨询我们的部分我会整理好了，效果会整理完成。还好了，我们议会的议员对我们的比较少一点。那明天晚上还有那个会在那个是一定要去的。这个就是新旧任的议员这边那个潘什么的才去。那有的首长有事情有时候也会没有参加。那要去吧？对，没有，其实可以了解一下嘛。对，其他的首长。
含咧内容用户太假行业。可是也摆呀，你甚至個意外啦吼，就嚟到台北吼嚟客委會嚟工作。我畢竟吼係咧屯南埔上嚟，咁我過去我所工作嘅嗰啲地方吼，太地上係咧提南埔。雖然講吼，我提下你哋客委會吼有做過10年主任秘書，但是其實就像5年嚟，所以老實講，我提台北市客家一個工作經驗吼，老實講係十分有限。所以吼，我希望客家吼能夠多多幫我哋指教。我也希望吼，就講我哋台北市啊，你哋客語也好，客委會也好，不應該搶走客家語呢條路。我哋台北市嘅客家文化、客家做嘅事情，對台北市嘅非客家人可以產生意義、產生作用。安尼把吼，我哋客家人就推出去。我比較期待哈，我們不要把客家哈當作是一個 general 的一個概念來面對。比如說我們在南部。搞來搞去都是藍山，搞來搞去都是藍色，搞來搞去就是那幾個那個符號，自我刻板化了。就哪一些其實是很多，可是我們就抓一個可能是最好認的往我們身上貼。所以呢，我們從此呢跟什麼跟板條連在一起，跟什麼東西連在一起，不要再落入傳統那種客家籍、客家語言、客家認同這個東西。不要再把我們客家人想象是一群沒有面目、只有一種表情的人。我覺得再這樣操作下去的話，我想你們跟我一樣，一定是越來越沒有想象。有可能跟我們合作，比如說我通過個計劃，我來選一些有意願的一些，可能是藝術的，可能是公益的，然後他對這個你們的東西很有興趣。通過我的計劃，我送他們來這邊，就跟你們混個2-3個月。我覺得我們應該跟年輕一輩客家工作者接觸。那這樣的話哈，我覺得年輕一輩的客家工作者才會進來。比如說，我們客家人的文化跟後現代城市的那種文化跟藝術的品味怎麼對話？我這樣講，也許會把各位嚇一跳。不過，比如說哪一天我們的客家的義民節的活動，有客籍的同志也來參與，這個在台北會是一個讓台北人覺得說，哦，客家人很進步，連這個多元認同、性別認同，他們也提出來了。我知道不容易啦。我們知道不容易，要接受很多檢驗，也很檢驗。可能老輩人會這樣說啊，這個看不懂，也看某，人面個馬克定式，也會有這個東西，也會有這個東西。但是我覺得沒有任何的一點討論跟辯論哈，我實在是覺得文化不會有活力。對，所以試着衝出那個東西嘛。可是我們因為回到我們自己的傳統裡面再進行創新嘛，所以我們是拉着自己的傳統一起跑的，我們沒有把傳統丟掉。其實我倒覺得，你們拍攝有很多不一定要我在啦。美容的部分，也許可以透過我們過去的那些一起工作過的人，我不一定在了，我不一定要在了。對，因為有時候現在在心理上我其實有點抗拒回到美容啦。台北市非常多那個客家同鄉會的社團。他們經常有什麼會員大會啦，什麼理監事聚餐那種東西。我來這邊的頭2個禮拜，我幾乎每場去了。我不知道怎麼說那種東西，因為那個對我來講是美容的延伸。雖然說我很擅長那種語言，然後過年還是會去？過年我會去，所以最少年初2要回去一趟。沒錯。對，因為姐妹回來，不能家裡沒有人。中午跟姐妹聚個餐，然後聚完餐收一收，傍晚就走了。我就感覺這個其實有時候有點怎麼講，有一點對不起這個火花。
阿弟啊，对啊，我冇講嘅。啊？阿弟啊，阿弟啊。誒，弄那嘢做嘅，做那個嘢啦，做嘢啦。其實阿伯國家呀，個2過後啊哦，2禮拜都搶命喲。哦，也冇做喲。誒，今日係咩電腦藝噴啊？我哋打那個呢，哦，全部排好嘅。按嗰度都禮拜都上班哦。可能還會不錯，可能初3晚5條先提到，你除夕就會實現了。刚刚你们2個談了一個早上的情況。病人啊，名言呐，了回就是不是我講的，你看。哎呦，我看那個嘴都抿嘴了。尤其是。所以每天吃中的人是就会要冒点那个。这谁？这你啊？我全部都是1分，都行嘛。这你啊？我。这你。好了，俺哋再重播。这邊，來俺哋重播一個。那個已經換了人了呢，1分出來呀，人物你們找變了。以前的童年。對呀，我站在這裡啊，嘿。要來看一下喏。哎呀，看呀，那底下片啊，底下片。我修給你那邊。我是在這裡的。好，各位，決定坐一邊。坐一邊。你重生你的呀？这个是他哥哥，你有去過嗎？这个是秀琴呐，這个是1分呐，这是我，他是秀美。哎，不有人走过去。好，看一下這邊，來，1、2、3。拍那張照片的時候可能是6歲吧，就是堂兄弟姐妹的感情都非常好，比如說會一起出去割草、放牛，或是一起去小溪裡面捕魚，然後一起摘水果，當童工也坐在一起，玩一玩在一起，所以我其實多年來一直想要再重拍那一張。怎麼講？就是那一張好像抓住了童年的那種人際關係了，就整個農村生活啊，我覺得都還非常完整的那個時候。伊邊個跟永豐長生嘛？記得佢個伊出生家的吼，做滿嘢吼，長安的作詩吼，係你桃心橋的作詩，10個鐘，幾像人講啊呢，做滿嘢的家的吼，可以長安多種種。他家家心情過高興，又見阿公。我爸爸係最大吼，第二個講到來吼，第二是長孫。我媽吼，頭先叫我家家摸嘢吼，伊安尼替太陽的心口，一聽叫又來嘅，那麼比你高咗啊嘛。家我係過世啦吼，我哋唔知講啊，叫我嘅長孫按重要。我可以看出來，他講伊對伊個岳父嘅出生吼，嗰種嘅回憶同埋期望。嗰種我冇印象講我有跟爸爸向下翕相嘅，雖然儂差唔多我哋差2歲，咁佢講阿鳳有過度嘅照顧，過度嘅希望替伊生哈。阿鳳都社會世界哈。幾乎到前3名一個狀態，同面到各種之後哈也一次個平穩，考上上中的時間，記得佢當時哦，大家都個痛啊，佢下圖等於講伊都專心讀書哈，伊發也冇到，下發有一個發都講，伊係那蹦掉的哈，蹦掉的都講。
终身哪有自己本的，也要负责比较阿公阿妈过生时间也要本的，哈，佢也系做嗰度仪式上的主要角色，甚至这个那是明年哈祭祖的时间，都会提祖先前面讲一些讲俺们有进步啦哈，没有做乜嘅啦。而托土木女其實咪喺阿爸嘅時代啦。如果人家屬地位都講南亞人出去，要發展佢托工課，啊事實上亦到後面還發現過後係能音樂，過後能寫詩，啊過後係能人文呀方面，先都得重拓係嘛音體幫來幫去。其实他个人能过希望以成功稳定啦，这个有个圆满的家庭啊呢。不过因为以后来这个为公部门工作嘛，啊，他个嘛刚刚到一个更好的结果啊呢。我想要谈下他台湾人的自高就讲吼，因为遐毕竟是石头跟无相同诶，俺可能无办法再用过去俺所认为有好的一种方式吼，来面对后上一批的人的工作。啊，俺在这头讲的东西就讲，一个人的客家，他们能够跟其他的议题能够对方，俺们讲赢吗？俺们唔讲赢讨论，就要语讨论啊。我的母语是客家话，我也认识很多的各级的专业艺术家，但是他们没有一个去让他们有发展的平台。如果有这个空间，可以让你去创作有关客家的东西，有一个共同目标，或者创作一出戏、创作一个东西，会比较容易吸引年轻人进来。导演王嘉年佢頭一擺來挑戰，早前係用客話來演出嘅舞台劇，按照粵係嘛解釋，也其中對氣候唔正常嘅未來世界，人是做得堅持業，還有呢我哋相互競爭嘅劇情，另外還有客家族權獨到嘅生存危機。我們這邊推出了一個食物歸真運動，盤子裡面的食物都是你自己去栽種，你自己去摘取而來的。我知道在南部農村有些，如果我家今天收成，但是我缺人手，我希望別人來幫助我。那別人收成的時候，我去協助他，把這種交工文化的內容也帶進去。城市客家農村三個名詞可以很簡單的串聯起來，把中間的一個符號把它改成有，就變成說城市有客，家有農村。我們可以從栽培的過程中創造出一個都會生活的一個新的形態。嗰個事情要滅上哦，就講強力建議冇用啊，還是必須要帶住個多年，強下3萬年有用啊。跟一家自我表示，跟一家變成有機的一個人，能夠產生各式各樣的作用。事情變化出來以後，也不一定就要以人為主啊。就按你發話講到，做一個人嘛要夠強壯啦。他看来看的組織架構哈，跟蒙眼冇相同，也跟台灣大部分哈攀沒有飛的方式哈冇相同。因為過去攀沒有飛方式哈，當過一天有榮譽主任委員，有駐英委員，有執行長，而比如先期法哈，還有榮譽執行長，還有名譽副執行長、名譽總執行長，還有一個東西。今天俺們小哈就講小來調整一下，就講哈。按該規組織好扁平化，其實我希望能夠突出哈海外一個真實做事的一個部分啦。俺哋過去睇一個人的移民機哈，就變成喊的上一批人的事情啦。後上一批哈，其實我參加不一樣。因為講哈，來人員能夠代表新的客家精神，唔推薦唔來來。哦，他敢用不記名投票方式來改變出俺哋彼岸真相觀。那好嘞。還有一個部分哈，
那些讲来干就串流包吼，就串联跟导流啦。那日常可以进来到安尼的特别，所以哦，其实有时创作一个计划吼，能够把安尼都市方安尼后生呢，许多现象去交流。譬如讲，这个计划为咗魅力，为咗星座，为咗乐队，为咗娱乐，甚至有一态度，有一印度，有一非洲。特别是夏威夷推出的2016全球客家创业计划超级客家，大帮计划平台邀请后生的艺术工作者对客家国土来看世界。客家社团都骂死你！哇，你要做什么串流活动？给10个人，460万！我的妈呀！还有一个研究会，研究什么？要研究这个客家文化园区它的空间的规划率。对不起，早就好了。你要继续传承，继续发扬光大嘛。因为你不懂啊，我懂啊。我从小在客家庄，我讲客话，我懂的客家人的乡情的心，专门在老地改变。钟祖伟，那从南部来耶，你从南部来的，你在台北的客家活动里头，我根本压根儿都没看到这一号人物。你要把我的客家文化节改变。把我750万分2个项目，这不按说明嘛？这不按说明一下嘛？唔讲啊，用客话讲。帮你一个750万吼，并不是你们这个经费，一个客家文化节年内经费还是提其他的表演空间，用委托创作方式好的这种的东西，所以一个跟你们节前行的这种比试。我其实感触很深啊！我在台南县跟嘉义县那边工作的时候，即便是在那边是当文化局长、当县长的机要秘书，处理很核心的那种政治派系的这些工作，从来没有人问我说：“你不是闽南人，怎么可以来当我们这边的文化局长？怎么可以来当这边的机要秘书？甚至你还不是我们本地人。”从来没有人问过，所以那一时刻其实像通电一样啊，就联想了很多东西。应该跟你最亲切的地方，反而会用一种最让你觉得很陌生、很疏离的疑问面对你，就好像是20几年前你刚回到美浓的时候。人家也问你说你什么时候要离开，人家也问你说你怎么来这里做这个工作，即便你是当地人。16年以台者，春威上前失踪，阿同爸，The politicians say, the farmer is very hardship, so their land should go to the market freely, so everybody can sell, can buy the farmland. But later on, those people in the city. The 草地皮，有人草地皮。草地皮 ，I don't know. Yes, why? They buy this land and push the price of the land to go high and then sell it. 草地皮 like earthquake, the tsunami run from the city, so everywhere people 草地皮. So at the end, the younger farmer cannot buy the land, cannot own the land. So this deal with now the situation on the whole Taiwan. Yeah, I know. Recently. 16年的台州，春威上前设总统，阿从爸，阿能说，卢竹港的模式物，冇人可以用寿命。
能同时375，沙沙山芒天落，你的冲突艰辛艰苦，面对疲劳稳国，家事倾斜，都在国家要做太体主，当初还是太阳，菜也做叫感人，从8个阿能说，按丰盛的场面，能听众面向唔到，演唱神口，将表现给，嘛个像农民辛苦，天口不用自由，一下炒铁皮，将铁桶太浓，都市结出，一路种到山崩水灭。下周哈，跟人来讲还是一种生命发酵过程啊。影响个程度就，其实一年生，第一个礼拜日整条，还是把人书包去读书啊。各位爱个书包直接去很多人的门了，刚才搬过来。阿峰，点面还礼拜日唔是上课。讲做乜个唔是上课咯？你条上晚上去，我阿爸们还是按夏天，因为还是出来是错，做乜点样按到礼拜日，又唔是学校要么个讨论，俺冇办法理解。所以喺度慢慢的就讲到吼，见到我还其实还好多东西哦。俺参与了吼，唔单是重新规划俺的想法，还重新然后规划俺的人生。市长对于那个。对，我们就在这边等。もうちょっと少なくてもいいかもしれない。满处不眠，满处不眠啊，依靠满处不眠啊，依靠 OK。忙啊，比古人生能传家国父，白黑三个别当过，做比你给你辣子。I always had to struggle with time change. Okay. Yeah, maybe you had to look up to the clock. After to the calendar. Yeah, okay. After 11, okay. But before that, we only see the sun, only see the moon, only see the daytime, the nighttime. I see. Yeah. So you experience. Yeah. It's really suffocating and profound to me. Maybe I'm too sensitive. 那边上发出政府日记挂不住，满树不明啊，只靠扶风自体想出租。里面3期吼，其实係咧南部地區大型工業區，差唔多捱拖接受4年生以後，美濃也好，里面也好，反正里面工業區電動人嘅象徵，比幫助嗰度好上嘅。我哋農村喺度變樣嘅咯，就開始變兇惡嘅。我喺度花嗰度時間去理解，呢種兇惡吼，都在存在了。兄弟，我们在这个正东宫前面。OK， 好。OK， 好。啊，兄弟。哇，太久没见了。那个，我介绍一下好了。就是他们在彰化鹿港那边有那个鹿港营啊，一群鹿港青年。你像我们有个台湾健康空气行动联盟，对，就是全台湾各个团体的那个空污的一个跨团体的一个，包含那个埔里嘛，哈。对，埔里也有，对。然后这是日辉大哥，你好。
他去拜访了好多村长跟好多罹癌的受难者。那现在他们已经组了一个联合球场的小组。我们做了资料，那有机会的话再来跟大哥请教一下，因为这个如何把地方动员集合起来是我们一直我们做不到的事。我真的，其实之前美容反水库运动孕育了台湾很多青年跟那个运动团体，像我那时候世新，我那时候大一升大二，我们社团刚草创，我出的第一次出队就是去美容去学。这是我被启蒙的一个运动。对，那这个是詹长远教授他做的研究，他跟国家卫生研究院，那今年做第2年的，特别针对小朋友，国小的学生，那有的甚至才8岁9岁而已哈，就是尿液中，而且是年纪越小，含尿液中一级致癌物就是 VCM 氯乙烯单体，它有个结论就是离幼青越近的浓度越高。你的自从六亲来了，我都很注意你们在地方做这些工作。想要写一些什么东西支援你们，那可这个东西本身有它独立的普通的价值，对，可以对整个台湾在讨论这个，尤其是南部的石化业跟空污的问题，能够形成一个比较整体的一个认识的，对。然后我更大的一个想法，说也许可以触发你们来写你们自己的，写自己的运动，写自己的行动，写自己的串联，对，那个更重要啦。就这样提吗？对，这都可以随意提。你好。张环萌月英姐。你好。我许丽。你好。你好。大成教会牧师，他刚好在我这边。这个不好呀。对啊，最近好嘛？对啊，没办法。等一下要不要先现场看一下？好啊。所以我们走路就可以了嘛？对啊，稍微走一下，因为你们。我们最近跟生阳写了一张以石化业为题目的一张专辑，对，然后会写其实跟你们还有跟六亲的松岭他们地方其实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就想来分享了。应该回来快20年了，我就有这个机会跟这个地方的连接比较深。这个村落永远是不是要回家就是要离开，但是很现实是离开不了。如果是日本或欧洲或美国，这个村落可能是一个很美的小村，因为它前面有一条海水出去，那边有台湾海峡，那边有浊水溪。各位，我小时候站在这里可以看到集水区的哦。六亲就在那里了，所以这里的人就说，人可以走，土地走不了。六亲起来之后哈，其实云林很关心环境的朋友，其实有很长一阵子，其实士气非常低落了。那么低落的情况之下，竟然冒出一个自从六亲来这个网站。那这张专辑其实哈，就是有很多东西是跟这个地方有关系，还有很多还有好几首歌哈，是跟自从六亲来的这个网站有关系。基本上哈，这张专辑哈，就是讲一个村庄，这个村落有可能是在台西村，有可能是麦寮，有可能是台西乡，也有可能是林园乡，也有可能是美浓，也有可能是后进。我就把它集合成一个被石化业所包围的一个村落。90年代初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呢要设立一个综合性的重化工业区，叫做滨南工业区，每天呢要耗用32万吨的水。当时呢，他们的水的供应的方式是怎么处理呢？就是美浓水库。所以那时候才知道说，哦，原来，我们在美浓反水库其实跟石化业的议题是息息相关。如果说你跟我讲说，南部是因为要维持或是发展石化工业，所以我们要有稳定的水资源供应。如果你是这个逻辑，你觉得是成立的话，应该盖在台北市啊。台北市的世界降雨是最平均的地方啊，对啊，所以台北盆地其实应该发展石化工业。照你们的逻辑的话。
天不风雨。即便是回不去，我也要试图让笔下的那个故乡是一个随着时间呼吸是活着的一个农村，不是被乡愁概念化的停止化这样子。你童年再怎么样的和乐安详喜乐，60公里外的那些加工厂、化工厂已经在盖了。现代化的那种非常凶狠的作用已经产生了，那一大片的黑原其实都已经快到了。童年从来不是牧歌嘛。喂，是何你？是你好。是。是你好，喂，你好，我是钟永峰，您找我吗？是，我还不一定，因为还有一些客家大佬的拜会工作下午进行，所以我们电话保持联络好了。对，现在媒体那边开始我会杀过来，所以我们等一下再看看。市长要我过去，我想我们还是要把。请教育局曾局长。文化局庄局长、法务局原局长及客家事务委员会曾主任委员就宣誓位置。恪顺国家法律，尽忠职守，好效。我想就是任何人来当这个位置都不是容易的事情，所以如何能够很有耐心的来面对各式各样的沟通，然后想出一个折冲的方式，这个是这个工作里面要求的重点。这是雨，局长，你眼睛为什么不睁开呢？要看节目吗？节目在进行呢。议员担心世大运开闭幕表演，要是碰上下雨怎么办？当场在议会模拟雨中开幕。公立台湾大学24号校方把田径场出借给中国新歌声上海台北音乐节活动海报上的地点写着台北市台湾大学田径场，也引发台大学生怒吼。市府跟对岸交流却自我矮化，文化局坦承有检讨空间。如果重新检讨的话，就是我们应该要帮助上海的主办方对于台湾的大学的自治的精神要有更充分的理解。市长，我觉得你应该考虑让局长下台。文化局乐于配合，不觉有益，这就是蛮横，就是无能。单凭这一点，要你钟局长下台，一点都不为过。我很期待新的局长，您本人，钟局长，你自己对于这些古迹、文化历史、文化资产，我相信你应该是非常非常重视。就我对你的了解，所以我对你非常高的期待。希望文化局的文资审议能够重新召开，能够公开透明。菊园百货外观已经被整建为玻璃帷幕，因此文资委员认为只能认定为历史建筑，而不是市定古迹。文化局立即征收为公哦。最高法院今天判决日日春败诉定谳，日
日春协会呼吁台北市征收文蒙楼，以保护古迹。如果他都不作为的话，我们才会启动文资法第28条里面最后的一个手段，就是强制征收。现在就要拍了。你们拍完，我得去过我的嘉义生活啊！我已经1个月没回来了。那台北就这样。我观察那个脸书上面的气氛啊，它等于是用你之前的被大家认识的那2个社会身份来检视或者是批判。你怎么可能要求大家分开对待呢？那一些文资团体在攻击你的那个部分，实际的情况是怎么样？就大家对于文明的期待当然是越来越高嘛，而且对于文化的重视越来越高嘛。可是走到深水区之后，它跟其他的社会发展部门的相关性其实是越来越强了，就本来就不是好处理的。面对那些文字的东西，我不可能比田伟更熟。他做他的专业判断，我做我的政治判断。反正这个是我一贯的从运动到工作主张，就是作为一个有机的知识人，串联各种分工，让分工之间可以有一些协调，然后让整体的工作的关系可以更好。你看，像我们家这么简单的一个三合院，10年了，如何让这个大家对发展的期待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妥协，10年了，本来就不容易的。他们上映多久了？这1个小时哦。这会有人摘吗？水果煮手还是？Hello。Hello。快点，大哥。塞车。塞车。车多了。草木专那边鬼都赶你。哦，哎呀。对。太贵。明星才刚到。好来。講阿媽爸唔係，睇緊我哋嘅困難。好。要讲出来，要收音啊！要收音啊！点一首诗好。练一首诗。练一首诗，吟诗一下。今天是诗人节。迟到的处罚。周大人乖孙啦。出嗰度之前啊。做最多忙方欢迎咯。對啊，啲台北冇艱難那條路啦。要不要看到你運動物件啊？不是可能啲將啊坐嚟啉水啊？啊個冇佢哋坐嚟啉，逐歲而哋啉水。你話？我那天你飛啦。冇講到啊！第二番仲做個比較大做誒。我那啲人就關心講下吼，因為人啲人哋比賽場地吼，冇碰嘅咩？啊落雨吼，人哋一批防蚊係你用嘅啦，冇一定問題。從我哋都咧，你做不太噴水不平啊。
伊皮啊，你唔會啊，我苗條嘅嘛，好比嗰下隔壁一搶到人點點嘅嗰個，隔嘅多，隔嘅多嘅，唔會搶話。哎呀，我聽到阿鳳都要罰站咯，要罰台北業嘅。來，但弄上弄下啦。現在呢，天使我看到阿鳳嘅，自備可以嘛？無天上看到啦，係啊。啊，平常冇乜嘅呢古類，細細看到都那種紅牙嘅，紅牙嘅看得大，看得我見你都看得。有紅牙看得睇。屌咗比一台北嘅，全部都比這位。我點炮哦！我點炮哦！干牌了，干牌了！幾多號咩？拿來咩？以前拿來咩？來，我出來講啊。主記者。我講睇下。講。睇下講乜嘢？再講一遍。哦，沒有。阿爸呢，他跟他說，希望能出省啊，那個大家子孫的願望嘅實現啊。按阿鳳頭先講多，也特別也關無限，也對特別關顧嚟，哦，也夠有用啦。哦，俺都從南來講，咁阿鳳需要同哪公園講下法嘛？沒事，按說的。啊。是他有阿公。是啊。唔乜？特別係啱啱唔想講下嘅。講係啊？咩講阿鳳？阿鳳話。睇以後我發現喺這度睇嘅過程裏邊吼，其實嗰度種自我，冇相同嘅一種社會關係同社會處境裏邊吼，可能冇辦法吼，跟你講和平相處。但是吼，就講唔同時候，你當是一種創造嘅自我，你看一個事情以後，唔會保持一種可能係一種過社會學嘅一個人情啦，以為只想理解過全面嘅東西。